老友記，你知道嗎？根據社會福利署嘅最新數據，全香港排緊隊等緊資助安老宿位嘅長者超過14000人，平均輪候時間接近19個月。喺部分需求緊張嘅地區，你等到斷氣嗰日都仲未排到個位。但更加令人心寒嘅係，每年有接近500位長者喺漫長嘅等待途中，因為缺乏適切照顧，就咁無聲無息咁走咗。你呢一刻可能坐喺屋企嗰張梳化度，啱啱食完晚飯，碗都未洗，個仔或者個女突然坐低，神色凝重，吞吞吐吐咁同你講：老豆媽咪，我哋不如揾個時間去睇下附近嗰幾間安老院舍咯，環境好似幾好咁。就係呢一句，你個心係咪即刻冚咗下？好似有人兜頭淋咗盆冰水落嚟，由頭凍到落腳板底。你望住佢哋嘴唇可能仲有飯餸嘅油光，但係個腦一片空白，只係反反复复浮現4個字：供書教學。你記起30幾年前，為咗佢入間好啲嘅幼兒園，你朝早5點幾起身去排隊攞表，學費貴過你1個月人工，你連眉頭都冇皺過。佢發高燒，你漏夜抱住佢跑去急症室，出面橫風橫雨，你把遮冚實佢，自己淋到濕晒佢大學畢業。嗰日你着住件最靚嘅衫，影相嗰陣隻手震晒，開心到幾晚瞓唔着，覺得呢世人嘅苦總算冇白捱。但你萬萬冇諗過，兜兜轉轉換嚟嘅係一句：不如我哋去睇下安老院。你冇出聲，可能只係默默點頭，或者夾多法絲菜想掩飾隻手嘅顫抖。但你個心入面嗰種空洞，嗰種比連根拔起嘅凄涼，係筆墨難以形容嘅。你係咪覺得自己變成咗一個需要被處理嘅問題，一個阻住地球轉嘅負擔？你係咪覺得呢世人建立嘅所有親情同尊嚴喺呢一刻徹底崩塌？老友記深呼吸，望住我，聽我講，你絕對唔係負擔，你只係喺一個錯誤嘅時代遇上咗一場由整個社會共同製造嘅暴風雨。今日我唔係要教你點樣去怪責仔女，我係要帶你跳出呢個困局，用我呢60幾年嘅生命閱歷同埋我對易經、對人性、對呢個時代嘅觀察，去拆解呢句說話背後你睇唔見嘅社會因果同天道輪迴。呢一集係獻俾所有覺得自己被遺棄嘅老友記，同埋嗰啲內心充滿愧疚，唔知點樣開口嘅仔女。如果你唔想晚年淒涼，或者你唔想自己有朝一日背負不孝嘅罪名，你好應該坐定定，聽我講完呢1萬字嘅心底話，順手講聲。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幫到你釋懷少少，記得喺下面點讚分享，訂閱我嘅頻道，日路順風，撳埋個小鈴鐺，因為我之後要講嘅晚年自救心法係會影響你下半場人生嘅氣運，錯過咗你就蝕底啦。首先，我哋要認清一個極之殘酷嘅現實。當你個仔女開口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佢哋個樣好似好難為情，好似好唔孝順。但你試下換個角度睇，佢哋嗰份難堪，其實係因為佢哋都身陷地獄。呢個地獄叫做香港。你千祈唔好覺得呢個係推搪嘅借口，呢個係實實在在嘅共業。咩叫共業？係我哋呢一代人集體製造出嚟嘅生存環境。根據統計處資料，香港超過一半嘅長者家庭居住喺實用面積少過400里約嘅單位，而全港住戶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只得160左右，即係比一個標準監倉嘅空間仲要細。你試諗下，一個300幾內嘅單位要住2公婆加一個細路，再加一個或者2個行動未必咁敏捷嘅老友記，嗰種壓迫感係會令人發癲嘅。我哋講緊嘅唔單止係物理空間嘅狹窄，而係氣場嘅互相碾壓。再加上香港嘅工時連續多年蟬聯全球最長，
根據政府統計，有超過40%打工仔每週工作50個鐘以上。你個仔每日返工，可能由朝早8點踩到夜晚9點，中間仲要經歷比打仗仲慘烈嘅地鐵車廂，返到公司要面對老細嘅無理，指責客戶嘅刁難，同情嘅競爭。佢嘅能量，即係我哋易經所講嘅氣，喺返工嗰10幾個鐘頭入面已經被消耗到渣都冇得剩。當佢拖住一副好似行屍走肉嘅軀殼返到屋企，佢諗住可以有少少喘息嘅空間，但打開門佢見到嘅係咩？係一個因為機能衰退、周身病痛，可能搞到通屋都係藥油味，甚至因為失智而不斷重複問同一個問題嘅老父老母。呢刻佢嘅孝心同現實會產生巨大嘅衝突，佢好想好似細個你照顧佢咁去照顧你，但係佢聽朝6點半又要起身，佢自己都有頭家要養，佢個仔下個月又要交興趣班嘅學費，佢嘅精神已經被撕裂，佢嘅理智話俾佢知，長此落去佢會頂唔順，佢會病，佢一病成頭家就冧晒。呢種唔係不孝，呢種係現代社會賦予呢一代人嘅結構性無能。如果你將呢種時代嘅創傷完全歸咎於你個仔女冇良心，咁就好似鬧一個人點解唔識得呼吸一樣，對佢唔公平，對你自己更加係一種疑似傷害你，強行留喺屋企。表面係一家人齊齊整整，但係實際上係進行緊一場冇聲冇息嘅能量消耗戰。當你半夜咳嗽，成屋人俾你嘈醒，佢哋第二日返工冇精神，係咪會影響工作表現？當你因為手腳唔靈活沖涼，要人幫去廁所，要人扶你個新抱或者個仔，佢哋尷唔尷尬？你尷尬，佢哋更尷尬。呢啲每日重複嘅生活摩擦，會將親情磨到見骨。你原本係一個受尊敬嘅長輩，但因為生理上嘅依賴，你慢慢變成一個喺屋企睇人面色嘅大細路。呢種角色嘅逆轉先至係最折墮嘅。我見過唔少案例，老人家為咗慳錢，為咗唔想俾人話冇人理，死都唔肯去老人院。結果呢，困喺嗰個細小嘅空間入面，日日同仔女因為雞毛蒜皮嘅事爆發衝突，最後個仔頂唔順，一係就鬧交收場，一係就自己搬走，留低你一個人。本來你係想保住個家，結果你親手推冧咗個家。呢種因為固執而造成嘅家庭撕裂，喺命理學上嚟講係善一種惡果。你以為自己喺度維護親情，其實你係喺度消耗緊最後嘅福報，將全家嘅運勢一齊拖落水。呢種叫因果糾纏，攬住一齊死。呢度我想停一停，同大家講一個更加悲壯，但係鮮為人知嘅現象，叫做以老護老。呢個先至係香港安老悲歌入面最淒涼嘅一章。根據政府同社福機構嘅估算，全港有超過20萬個家庭係屬於以老護老，即係由65歲以上嘅長者去照顧另一位更年長或者體弱多病嘅配偶或親屬。而呢班照顧者當中，有接近80%本身就患有高血壓、糖尿病、關節退化等長期病患。你有冇試過想像一個畫面？一個70歲嘅老婆婆，佢自己都有高血壓、膝蓋退化，行路要拎拐杖，但係佢每日要抱住個90歲、患上嚴重認知障礙症嘅老公上落床。個老公已經唔認得佢，可能凌晨3點會無端端起身話要返工，會喺廳度大小便，會無端端發脾氣打人。呢位70歲嘅老婆婆用盡佢殘存嘅力氣去照顧老伴，佢冇得唞，因為請外傭佢冇錢申請資助院舍，要排期排到天荒地老。佢嘅生命就係困喺呢個斗室入面，日復一日，直至油盡燈枯。新聞耐唔耐就有報道，照顧者因為壓力爆煲，攬住老伴一齊自殺，或者猝死喺家中幾日，先俾人發現
呢啲唔係電影情節，呢啲係香港每日都在上演嘅血淚悲劇。你知唔知呢種情況喺我研究易經同氣場嘅角度睇有幾危險？老人家本身已經係氣血雙虧，即係陽氣不足，身體機能好似一架就快冇油嘅舊車。兩個氣血雙虧嘅人困喺一齊，佢哋產生唔到互相扶持嘅生機，反而會互相吸損對方僅存嘅能量。我將呢種現象稱為衰敗之氣嘅共振。當一個70歲嘅老人去搬一個90歲嘅老人，佢唔單止係用緊肉體嘅力，佢係喺度燃燒緊自己生命中最後嗰一點真元。你試過近距離聞過長期病患失智老人房入面嗰陣味嗎？嗰種唔係單純嘅臭味，嗰種係生命枯萎、細胞凋零所散發出嚟嘅死氣。如果你冇專業嘅醫療知識，冇專業嘅儀器，冇足夠嘅人手上門去幫忙，你單憑一份孝心或者愛情去頂你，頂得到幾耐？結果往往係未等到安老院嘅嗰位照顧者已經先一步倒低，甚至死先過被照顧嘅人。呢個唔係仔女嘅錯，呢個係社會資源錯配嘅惡果。所以我今日要喺度大膽咁講一句顛覆好多老友記認知嘅說話。喺某啲極端嘅情況下，將父母送去一間優質有尊嚴嘅安老院，唔係不孝，而係天道嘅一種斷尾求生。你唔係推佢去死，你係幫佢，亦都係幫自己，強行切斷呢股互相消耗、一齊步向滅亡嘅業力循環。你諗深一層，呢個就係易經裏面損卦同益卦嘅智慧。有時表面上嘅損失係為咗更深層次嘅收益。你暫時失去咗每日面對面相處嘅親密，但係你換嚟嘅係專業嘅醫療照顧，係一個安全無蹤危嘅生活環境。更重要嘅係，你換嚟咗你同父母之間重新做返親人，而唔係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嘅尊嚴。你返去探佢，唔再係帶着沉重嘅體力勞動同心理壓力，而係真真正正嘅陪伴同關心。呢種氣場嘅轉變，先至係晚年最珍貴嘅東西。但問題嚟啦，老友記，你可能會話，你講就輕鬆啦，老人院聽人講去得嗰度就係等死㗎啦，食又食唔飽，俾姑娘綁住，仲要睇住隔離床，嗰個今日仲一齊食飯，聽日就俾人用白布包住抬走。我驚啊！我明白你嘅恐懼，呢份恐懼係真實嘅，因為香港確實存在一啲質素好差，只係為咗賺錢嘅私營院舍。但呢個世界有地獄，自然有天堂，視乎你有冇智慧去揀。呢度就要講到晚年尊嚴嘅核心，亦係呢一集最重要嘅部分。點樣喺被動選擇入面攞返你嘅主動權？你要記住，我成世人嘅經歷話俾我知，命運可以攞走你嘅雙腳，但係只要你個腦仲識轉，個心仲識感受，冇人可以攞走你嘅自主權。好多老友記一聽到老人院3個字，個腦就即刻浮現出一個畫面，陰暗潮濕，一陣屎尿味，幾個老人流住口水俾人綁喺輪椅上面。呢個係幾十年前嘅悲慘印象，係源自我哋嗰代人細個見過嘅老人院，即係嗰啲所謂嘅棺材房。但係老友記時代變咗啦，我唔係話而家冇劣質院舍，但係市場上面的確出現咗一批係真正以人為本嘅優質安老院。佢哋唔係叫老人院，佢哋叫頤養中心、樂齡社區長者生活館。入面有落地玻璃，有花園，有物理治療師，有營養師設計餐單，仲有專人教你玩智能手機，陪你打麻雀，帶你去飲茶。呢啲地方與其話係老人院，不如話係一個長者俱樂部。你入到去唔使再擔心廁所地下濕滑會跌親，唔使再擔心半夜發病冇人知，唔使再擔心煮飯會唔記得熄火。呢啲基本嘅生存焦慮解除咗之後，你嘅心
先至真正可以放鬆落嚟。我成日同人講，如果你揀得啱，老人院根本唔係地獄，佢係一個換個場地修復嘅道場。換個場地修復呢個概念係我用咗幾十年時間，從哲學同現實碰撞出嚟嘅體悟。你試諗下，你留喺屋企，日日眼巴巴望住個仔女返工收工，佢哋唔得閒同你講嘢，你就覺得佢哋冷落，你心生怨恨。呢種心態係咪喺度受苦？你係喺度折磨緊自己，亦都折磨緊人哋。但當你去到一個新嘅環境，你身邊嘅人全部都係同你差唔多年紀嘅老友記，大家都經歷過類似嘅風浪，大家都面對緊類似嘅身體退化，你反而會產生一種同舟共濟嘅歸屬感。你唔再係異類，你唔再係包袱，你係呢個社群嘅一份子。你可以同隔離床嗰個阿婆傾邊隻藥膏對風濕好，你可以同對面房嗰個阿伯捉翻盤棋，你可以參加院舍搞個書法班、粵曲班，甚至係手機攝影班。你嘅世界突然間由嗰個300-400年嘅斗室擴展成一個有社交、有活動、有笑聲嘅社區。呢種社交上嘅破冰，喺精神層面嚟講，就係一次氣場重組。我從易經嘅角度去睇，人呢係需要生氣嘅。咩叫生氣？生機勃勃嘅氣。你去到一個死氣沉沉嘅地方，你自己都會變得奄奄一息。但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大家都好有活力，就算個個都揸住拐杖，但係大家仲係好積極咁報名聽日嘅興趣班。呢種正面嘅能量場會帶動你體內殘存嘅陽氣，令你重新燃起對生命嘅興趣。呢個就係風水嘅真正奧義，唔係擺個咩陣，而係你身處嘅環境同人群帶俾你點樣嘅心理暗示。所以揀老人院第一件事唔係睇佢裝修有幾豪華，而係睇入面啲老人家嘅眼神。佢哋嘅眼神係空洞呆滯，充滿恐懼嘅，定係靈動有笑意、有光彩嘅？呢個眼神測試比你睇佢任何嘅宣傳單張或者豪華大堂都更有用。因為裝修可以呃人，但係一個人長期生活喺度嘅精神狀態係絕對呃唔到人嘅。咁點樣先可以揀到一間生氣旺盛嘅院舍？呢度就要講到實戰層面，亦係我送俾各位老友記嘅晚年3大支點。只要你仲有一口氣，你就要揸實呢3樣嘢，缺一不可。第一，經濟獨立，亦即係我成日強調嘅財力防禦。第二，社交清靜，即係精神斷語。第三，精神寄託，即係靈魂錨點先講，財力防禦。老友記，你千祈要記住，無論你幾愛你個仔，幾信你個女，你都要為自己留翻最後一道救命符，就係一份屬於你自己冇人可以動搖嘅資產或者現金流。呢個唔係話要你防備仔女，而係要保護你自己嘅尊嚴。根據統計，香港有近30萬長者生活喺貧窮線以下，好多就係因為太早將層樓或者積蓄轉咗名俾仔女，到頭來自己一毫子都冇睇人面色做人。你試諗下，如果你住老人院嘅錢，每個月都要望住個仔女嘅面色，等佢哋科水，你係永遠抬唔起頭做人嘅。佢哋遲咗一日過數，你就會喺度諗，佢係咪唔想養我啦？佢係咪覺得我麻煩？呢種寄人籬下嘅心理折磨，遠比肉體嘅痛苦更難頂。相反，如果你每個月自己有長俸，或者有積蓄，或者有層樓收租，你可以好硬淨咁話，我呢度有錢，我住得起呢間房姑娘嘅服務費，我自己俾你。呢句話一出，你條腰骨即刻挺直，你同仔女嘅關係亦都可以由債主與債仔變翻父母與子女。你去飲茶仲可以好豪氣咁爭住埋單。呢份底氣係晚年尊嚴嘅基石。記住，錢喺呢個階段唔係用嚟炫富，唔係用嚟炒股票，而係用嚟買自由、
買你可以選擇住邊一類院舍嘅自由，買你可以請到一個好少少嘅私家看護嘅自由，買你唔使睇人面色嘅自由。如果你而家手上嘅資產係同仔女捆綁式持有嘅，我建議你趁自己仲清醒，揾個可信賴嘅專業人士，例如律師或者社工，慢慢將屬於你嗰部分剝離出嚟，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呢個動作可能會傷感情，但係可以避免日後更大嘅家庭矛盾，面斥不雅呀。老友記，與其日後喺病床前為錢反目，不如今日大家坐低清清楚楚傾掂佢。呢種唔係計較，呢種係現代社會嘅生存智慧。你唔好抱住嗰種我啲錢遲早都係俾佢哋嘅心態，你錯啦。你啲錢首先係用嚟確保你自己晚年活得有尊嚴，剩低嘅先至係留俾佢哋。呢個優先次序絕對唔可以調轉。如果你為咗仔女供書教學而花光最後一個銀仔，到頭嚟要攤大手板問佢哋攞返，咁你當初嘅犧牲到最後就會演變成一場互相指責嘅鬧劇。你寧願留少啲遺產俾佢，都要確保自己走得安安樂樂。第二個支點係社交清靜，呢個係心靈層面嘅斷捨離。入到老人院，你千祈唔好將全副精神放喺等仔女嚟探訪呢件事上面。如果你日日望住個鐘，數住佢哋幾多日冇嚟，佢哋一嚟你就喊苦喊忽，埋怨佢哋冇良心。我話俾你聽，你好快就會變成院舍入面最乞人憎嗰個怨婦或怨夫。你嘅仔女亦會因為每次嚟探你都好似上法庭咁充滿壓力，於是就越嚟越唔想嚟。呢個惡性循環係你自己一手造成嘅。你要學識精神斷語，仔女大咗，佢哋有佢哋嘅世界，佢哋有佢哋嘅難處，你嘅情緒唔應該再掛喺佢哋身上。心理學上有個講法叫做課題分離，即係話邊個嘅情緒責任就由邊個自己去背。仔女有冇嚟探你係佢哋嘅課題，而你點樣令自己過得開心係你自己嘅課題。你心定，你隨和，你每次見到佢哋都係開開心心分享下你今日學識咗唱邊首粵曲，或者邊個老友記講咗個笑話咁樣。佢哋嚟探你嘅時候先至係一種享受，而唔係一種責任。呢種輕鬆嘅氣場先至可以令到親情細水長流。喺老人院入面，你要重建自己嘅社交圈，唔好睇小呢班新朋友。佢哋同你同年代，大家一齊捱過60、70年代嘅香港，大家一齊睇過李小龍，聽過許冠傑，呢份共同記憶係你同你個仔女都未必有嘅。你發覺原來有人同你一樣咁從意食缽仔糕，原來有人同你一樣經歷過制水嘅年代。呢種共鳴可以大大緩解你內心嘅孤獨感，而且同年紀嘅人之間互相嘅安慰同打氣力量係非常巨大嘅。當你見到隔離床嗰個婆婆就算行動唔方便都好努力咁做物理治療，你自己都會被激勵。當你見到人哋面對生老病死都好豁達，你自己都會睇開好多。呢啲就係同氣相求，大家嘅氣場互相加持，形成一個強大嘅保護罩。所以入到院舍，主動啲拎住盒餅出去同人打招呼，唔好成日困喺自己間房。你要抱住一個我係嚟呢度識朋友過新生活嘅心態，而唔係我係嚟呢度等死嘅心態。心態一轉，地獄都會變天堂。第三個支點亦係最深層次嘅，就係精神寄託。呢個係超越肉體痛苦、超越人際關係煩惱嘅終極法門。我研究哲學、宗教咁多年，我發現人到咗晚年，必須要有一樣嘢係可以令你忘記時間、忘記病痛，甚至忘記自我嘅呢樣嘢。可能係宗教信仰，可能係藝術創作，可能係閱讀，可能係冥想，總之係一種純粹嘅精神活動。
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因為當你嘅肉體逐漸敗壞，當你身邊嘅朋友一個一個離開，當你嘅仔女因為各種原因冇辦法經常陪伴，你好容易會陷入一種虛無主義嘅深淵，覺得生命冇晒意義。呢個時候，如果你有一個強大嘅精神世界，你就可以喺入面揾到安身立命之所。你可以透過祈禱同你嘅神傾訴，你可以透過寫書法抒發你嘅情感，你可以透過閱讀歷史去睇透朝代興衰、人生無常。當你嘅精神層次提升咗，你就會發覺呢副皮囊嘅衰老，呢啲人世間嘅離離合合都不過係一場歷練。呢種超越嘅心境就係佛家所講嘅離苦得樂，亦係道家所講嘅逍遙。你知唔知我20歲嗰年因為一場大病雙腳癱瘓，成世人要坐輪椅。當時我望住醫院天花板，以為世界末日，但我冇放棄。我讀哲學，研究易經，我發現身體雖然被困住，但係我嘅思想可以去到宇宙嘅任何一個角落。我成為香港第一個攞到車牌嘅傷殘人士，自己揸車走勻全世界400幾個城市。呢份精神自由係冇人可以奪走嘅。老友記，你都可以入到老人院，唔好只係掛住睇電視打發時間，你要去發掘一樣你可以投入嘅興趣。你可能細個好曾意畫畫，但係為咗養家放棄咗。而家你可以執翻起支畫筆。你可能一直對歷史好有興趣，而家你可以慢慢刨晒24史。你甚至可以學點樣用社交媒體去記錄你嘅生活，去同世界分享你嘅智慧。當你嘅生活有一個焦點，你就有咗一個靈魂錨點咁樣。無論你身處何方，無論環境點變，你嘅心都係安定嘅。呢個就係心安即是家嘅真正境界。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你講到咁理想，咁如果現實係我真係冇得揀仔女，夾硬要我入一間我唔寵意嘅老人院，咁點算？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呢度就要講到談判嘅藝術同埋風水嘅實際應用。首先，你唔好一聽到老人院3個字就即刻發脾氣喊，或者鬧呢啲情緒化嘅反應，只會令到仔女更加覺得你老糊塗，唔講道理，從而將決定權完全收歸佢哋手上。你要做嘅係深呼吸，然後好冷靜、好理性咁同佢哋講：好，我明白你哋嘅難處，亦都多謝你哋開口同我商量。既然係咁，我哋大家一齊做資料搜集，一齊去實地考察，唔好急，慢慢揀到一間大家都安心嘅為止。呢個做法係以退為進，你唔係拒絕，而係將一個通知變成一個共同決策嘅項目。你由被動俾人送走，變成主動參與揀新屋。你仲可以提議，不如揀一間有短期住宿體驗嘅院舍，大家一齊去試住2、3日，親身感受下呢個態度嘅轉變，就係攞翻主導權嘅關鍵。第一步，喺實地考察嘅時候，除咗我之前講嘅眼神測試，我仲要教你一個易經風水嘅實戰技巧，就係揾財為旺嘅地方。咩叫財為旺？唔係話嗰度有金執，而係嗰個地方嘅能量流動係健康積極嘅。你入到一間院舍，除咗睇佢乾唔乾淨，你仲要感受。你企喺大堂或者花園嘅財位，通常係大門入口嘅對角線位置。你合埋眼感受下，嗰度嘅氣場係咪通風，係咪有自然光，嗰啲植物係咪生得青綠茂盛。如果一個地方連植物都種到黃咁死氣沉沉，你話嗰度啲氣會好得去邊？仲有你睇下院舍嘅員工，佢哋做嘢嘅時候係咪有講有笑，動作利落，定係黑口黑面，粗聲粗氣？員工嘅精神狀態直接反映咗呢間院舍嘅管理文化同氣場。如果員工都做到死氣沉沉，你點可以奢望佢哋會有心機照顧你？最後
你一定要聞，唔係用鼻去索，而係用全身嘅毛孔去感受嗰度嘅氣味。一間真正乾淨管理好嘅院舍係唔應該有濃烈嘅消毒藥水味或者屎尿味嘅。呢啲味道本身就係一種殺氣，長期聞會摧毀你嘅健康磁場。如果一間院舍空氣流通，有少少飯餸香，甚至有少少花香，呢個地方嘅風水就差極有限。你仲可以揀午飯時間突擊上去睇下佢哋嘅伙食係咪新鮮滾熱辣，啲老友記係咪食得滋味，呢啲都係睇唔到嘅福氣。傾到呢度，你可能仲係個心翳住，覺得唉，講到尾都係因為我冇用，先至要俾人送去老人院。老友記，你呢個諗法係最要不得嘅。我執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就好似花開花落、日出日落一樣自然。你唔會因為一朵花謝咗就話佢冇用。你畢生為家庭、為社會貢獻咗咁多，你點會冇用？你嘅人生智慧、你嘅閱歷、你對家族歷史嘅記憶，呢啲都係無價補入老人院，只不過係換一個生活場景，絕對唔代表你嘅人生價值被否定。相反，如果你可以喺呢個新環境入面活得精彩、活得自在，你就係喺度向後輩展示咩叫真正嘅樂觀堅毅。你呢份生命態度就係留俾子孫最好嘅福報。我哋成日講九運來臨，全世界嘅能量都係大洗牌。九運係嚟火運，代表嘅係心靈科技同埋中年女性嘅崛起，但同時離亦都代表分離變動。喺呢個大時代背景下，家庭結構嘅轉變係必然嘅，我哋冇得抗拒。與其死攬住舊有嘅養兒防老觀念，不如順應天時去建立一套新嘅晚年哲學。呢套哲學嘅核心唔係依靠，而係獨立，精神上嘅獨立，經濟上嘅獨立，社交上嘅獨立。當你成為一個獨立圓滿嘅個體，你同任何人嘅關係，包括同你仔女，都會變得輕鬆自在。你唔再係攀附喺佢哋身上嘅藤蔓，而係一棵同佢哋並立嘅大樹，各自有各自嘅根基，但係喺泥土下，你哋嘅根依然相連。呢一集好快就要到尾聲，我想同所有嘅老友記講，如果你而家正處於呢種抉擇嘅十字路口，覺得好委屈、好迷茫、好驚，唔該你喺下面嘅評論區打一個加油嘅手勢，或者寫一句心安。你唔需要寫長篇大論，就係呢兩個字。我想話俾你知，你唔係孤單嘅。你睇到成個留言區都係加油，你就會知道有千千萬萬同你一樣處境嘅老友，大家一齊喺度互相扶持，大家一齊喺度為自己嘅尊嚴而努力。你呢一份勇氣唔單止係支撐緊你自己，亦都係支撐緊我，支撐緊所有睇緊呢條片嘅人。我哋成個社群一齊形成一個巨大嘅正能量場，呢股力量係可以穿越熒幕，直達你心坎嘅。另外，如果你曾以我呢種坦白唔轉彎抹角，又帶少少玄學智慧同人生哲理嘅分享，我好希望你順手訂閱我嘅頻道，日路順風。記得撳埋隔離嗰個小鈴鐺，再長按點讚。呢條片將佢分享俾你身邊同樣面對緊呢個困局嘅朋友，你嘅每一次分享都可能係救翻一個家庭，點醒一個迷茫嘅心靈。我活咗幾十年，行過唔少冤枉路，亦參透咗少少人生嘅道理。我會喺呢個頻道定期同大家講點樣喺呢個混亂嘅時代保持心境平靜，睇通樓市、經濟、人際關係嘅迷霧，點樣用易經嘅智慧去化解生活嘅難題。我哋唔講廢話，淨係講真話。你嘅訂閱就係對我呢個輪椅上嘅老友記最大嘅支持。我哋一齊學習，一齊成長，一齊日路順風。最後，我想將今日嘅千言萬語濃縮成一句話，送俾所有心裏面覺得無家可歸嘅老友記。
老人院只係一個地理上嘅坐標，佢只係你肉體暫居嘅地方。你真正嘅家喺你嘅心裏面，只要你嘅心係充實嘅，係平靜嘅，係有寄託嘅，就算你住喺皇宮或者住喺一個幾十撈嘅房間，你都一樣可以安樂自在。相反，如果你心入面充滿恐懼、怨恨、執着，就算你住喺山頂嘅獨立屋，兒孫滿堂，你都一樣會覺得顛沛流離。所以唔好再將注意力放喺邊度住，而係放喺點樣修心，將呢次轉變視為人生最後一次嘅閉關修行。執着係煩惱嘅根源，放低執着，你就會見到一片海闊天空。心安就係家，願我哋所有老友記都可以揾到內心嗰份永恆嘅安寧。我哋下集再見，日路順風。